今仔日，我有找到一寡方式，互我带路拼音的声调变调，愈来愈会晓看，就是有找到一寡方法。进前无方法的话，就想讲这变调到底要用伫什物所在咧？啊，为何看到拼音就是无法度知影讲这代表什物意思？看到拼音，毋过我声音拢找无，拢无法度正确甲伊甲伊做正确讲出来。若讲甲无正确，当然嘛约不着讲这两个拼音到底代表什物意思？即马豆豆仔有一寡技巧，会知影，就是爱靠家己豆豆去磨练，找出方法。每一人的方式无共，我嘛伫咧找找家己的方式，就袂逐工想讲，哪会别人进步遐紧啊？有人遐厉害，拢较袂安尼想，就是甲家己比较。进前家己毋知，即马豆豆仔知影。进前发音无标准，即马豆豆仔标准。进前较讲台语做无自信，豆豆仔有自信，自信拢出来。嘛尽量用台语来思考，只是讲伫生活中讲台语的机会就无济。进前会去 cover house 去讲台语，毋过咧就是伫公司嘛，嘛毋知影讲爱讲啥。进前有舞群有开台语房，毋过即马舞群就无起来啊。其实嘛不要紧，因为就是着家己用讲日记的方式，就是爱家己去找一寡方式，就袂我靠讲什物人爱开什物房间啊，伊无安尼处理我就毋知影要安怎做，就是凊伫内底久啊，就家己会找一寡出头。听若用听的是足济啦，就是较广播电台、政治有关系，老一辈主持人，伊较会讲诚济台语，袂讲一半华语一半台语安尼学较安尼去听较济台语的用法，较听较有较听会着安尼。即马就是尽量就是靠家己用台语来讲话，安尼讲久啊去练习。就若讲看着别人的看法，就袂遐重视。像讲阮推沙堡伊的课仔内底有一个老师，伊就会讲，你会使讲这绘本啊，这有翻译好诶。我想讲每一人手头拢一本，而且迄个内容我嘛想讲这是古早会算啥物这摕来讲，我家己拢无趣味啊，所以我嘛无选。毋过我嘛袂困扰讲伊安尼甲我推荐，我就想讲在我的嘛，我若爱听不爱听，伊嘛无法度甲我强迫。就是对人嘛较有自信，袂讲这人哪会一直爱甲我，一直爱甲我做建议，哪会遐鸡婆，拢袂安尼想，因为知影讲这着家己会当主张的啊，别人互我建议，我若不爱听，伊嘛无我的法的嘛。今仔虽然讲伫公司用电脑无遐顺利，毋过嘛豆豆找一寡方式，就是会当豆豆解决。有发现讲家己的力量有出来，袂讲规工伫行遐，
中昼的时阵，甲同事去做阵去食饭，嘛袂一直有一寡想法，讲同事哪会遐无闲公司的代志，遐重要的代志，拢伫因的手头。虽然因会一直 complain 抱怨，毋过若伊知我是会欣赏，讲要安怎我拢手头无啥物足重大的代志，我的重要性会消失去无？进前拢会安尼黑白想，即马就是讲，想讲，我家己的价值，我就是有即个价值伫遮。当然讲，我的想法会影响我的人生的事项嘛，所以我若对家己诚有自信，认为家己诚有价值，安尼就袂受着去比较，讲我应该是爱像某物人安尼，拢是做公司足重要的代志，搁做AP。安尼上重要啊！就袂安尼比较啊。我就想讲，其实即个地球内底每一个人拢有伊的重要性，有的重要性是足明显的。有人做总统啊，做领导人啊，一看就是大家拢熟悉。伫做啥看起来就是拢足重要的。毋过嘛有人就是伊伫伊的壳仔内底为家己去学习，我就是亲像伫学习的人，我就袂甲诚济精神囥伫讲我要安怎像别人安尼遐重要。我就想讲，我做好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其实这就是重要的地位。袂用社会，还是讲即摆的公司啊，无就是厝内人啊，安怎看我有重要无重要，就袂讲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家己的位置。有改善，就是对家己的看法。安尼其实就是做啥物代志，就较袂讲定定物自讲，别人哪会遐好，我哪会不如别人，就袂安尼想。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做伊想要做的代志，认为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是足有价值、足重要，嘛足快乐的。其实就是爱追求这，毋是讲爱亲像别人开始关心趁偌济钱，未来会当阁趁偌济等等，这地位啊、重要性啊，毋是讲每一个人拢相争去做共一种人。毋过以早拢为着能力即个代志，伫遐变怎讲？伫遐互家己诚艰苦，用能力阁有即种成绩来糟蹋家己，就想讲别人拢有即种成就，我哪会无？我嘛无比别人搁较差，是我能力无够，会困伫这种想法内底。就可比讲，阮这壳仔内底，推萨保伊的壳仔内底有一个，伊就会写文章嘛，写诗，伊就定定会去投稿，就想讲，伊哪会无得奖啊？伊哪会无出册？有啦，伊是其实有出册，毋过有出册，伊若对家己的自信无够，嘛是会想讲，哪会无得奖？看着别人得奖，看着别人
去抱啥物人，其实伊就会受着影响。所以诚侪人会用讲即摆的成就啊，即摆的成绩啊，佮有能力，互来去看待代志。毋过我若讲我的看法，就是看这个人伊的个性，伊即摆想要做啥物代志，伊的看法，伊的观点，这种就无悬低之分。就是有个人的想法是安尼，有个人较看袂开，有个人是较爱管别人，希望讲别人会当达成家己的标准，拢有。我会当做的，就是家己会当创啥，就尽力去做。我即摆学台语，就尽量去学，毋免甲别人比较，安尼就诚好。因为即摆心情就足轻松，就想讲我即摆伫用台语讲日记啊，嘛是为着加练习，会加讲，而且这讲的过程中间嘛诚快乐。就想讲家己有进步啊，佮有讲家己的思想，嘛是有进步啊，袂遐痛苦啊。这甲写小说迄个时阵是较有成长。写小说的时阵，虽然讲诚快乐，毋过会想讲，我安尼写别人会有注重无？有介意无？等等，就是若有，就亲像迄个我拄则讲的迄个去投稿迄个人，伊就想讲，我即摆若考认证会考过无？我即摆若讲去，我的文章会得奖无？就甲我写小说迄个时阵，伫咧网络去抛互大家看，迄个想法是一模一样。对，所以讲，其实人拢有即个过程，讲，就是甲家己的咧做啥物代志，拢一直看别人，一直看，变讲无法度享受。其实是无遐重要，就是讲我迄朋友有得奖无？无得奖，其实若写的物件伊喜意，有得奖无得奖，有即种肯定，其实是无差。毋过因为伊无法度肯定家己，伊嘛定定想讲，我是毋是比别人搁较落？伊就需要讲，别人加甲伊学落，别人甲伊重视，就是爱得奖，较会使感觉讲家己的价值有出来。就亲像我迄当阵写铺小说共款的道理。即摆豆豆看互清楚，就是看到人拢是家己分析，分析讲，有个人就是安尼，有个人就是安尼想，安怎想，因为去分析就毋免讲有一个对甲毋对，无迄种数字，嘛无迄种比较，就变讲安怎去分析，就是拢有这拢有收获，所以讲，希望家己会当讲一直用家己的方式，去互家己进步。一寡烦恼一寡烦恼是一种有梦，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家己希望有一寡成就，
迄种看会着诶，对外口去求来诶，毋过无法度甲家己诶内心对话，无法度对心内底去求，因为家己无法度肯定家己，爱外口诶一寡形式来去，互家己感觉讲我即马是袂歹诶，就亲像讲，我即马若学台语啊，写台语文啊，写一寡文章诶话，即马还袂开始啦。若开始诶话，可能就是讲我是毋是爱考一张认证，啊无就是毋是爱考啥物研究所啊？安怎较知影讲我有做即项代志，有一个成绩单出来，有考认证，有迄纸装一张两张，伫遐做一个代表，啊无就是讲爱去甲学生去，学生若得奖，嘛等于讲我诶功能我嘛有得奖，即种拢是较形式诶物件。若是我今仔会使讲，家己去学母语，会学爸母话，学台语，家己知影讲愈来愈会晓讲，愈来写连文章嘛，台文诶文章嘛会当写。以早看无别人诶台语文，即马较看有啊，着家己知影。若是会当安尼着。毋免讲伊外口有啥物形式，即着亲像讲学生仔考试，若今仔讲毋免考试啊，你学偌济，你家己知影就好啊。安尼着变诚济人着想讲安尼我袂晓读册啊呢？我读册毋是就是讲有一个考试诶范围。我考会看比别人是排第几名，有比别人搁较好无？今仔若拢无即种物件，我家己进步无进步，学甲安怎是爱问家己，我袂晓啊。有可能就会变成安尼。咱长久以来，就是拢伫咧活着即种意识内底。所以咱诶想法受着影响，咱阁毋知影。我今仔若讲去学赛事，其实好处就第一只就是讲，我会当去思考讲我诶想法，我会做即项代志，会讲即种话，会有即种感觉。其实有足侪物件，就是受着自细汉即个社会即种框架诶影响，我着豆豆会分析家己，分析别人，袂讲别人，就是我诶敌人啊，竞争诶对手，啊无就是比我较老诶人，毋免去安尼分类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分析，甲我诶关系拢是互我看诶，就是斗阵学物件，伫地球学物件诶学生尔，逐个拢学生，去观察家己诶同学，知影有即种想法，迄种想法，毋免惊讲别人安怎对待家己是会有够意思，还是无够意思，还是会安怎？毋免去想足侪讲，我会食亏无？我会讲怨妒别人，因为对方伤好啊，我会怨妒无？莫用即种角度，其实即种角度就是以早咱读册诶时阵，去制作出来诶。所以咱着不知不觉中间，着用即种想法去看即摆人，身躯边诶人。所以定定会讲，
伫较要好势台语房啊，哪有一个人较受欢迎啊？佫有一个人伊哪会无甲我看中，就会有即种想法就走出来。这就亲像以早伫教室内底，你有讲我有野手啊，哪会老师无甲我看？老师叫我起来，我发表我知影的答案，哪会老师无讲甲我学落？其实这就是做古早细汉的时阵的想法，就一直维持，拢无去互改变。无改变的话，就变讲，变讲其实家己嘛，定定对家己无满意，台语讲较好，佫出过册，佫会晓写诗，嘛实在足侪人，人拢叫我老师老师，想袂到嘛是对家己无够自信。对啊，这就是因为迄信念无去调整，就亲像讲，我即马学台语啊，进前诚久拢无讲，拢讲华语，华语就是虽然讲用较足顺的，大家拢用华语，这就亲像讲，大家拢用以早的价值观去过生活，去问讲，薪水偌济啊？这人，这人是有做样的无？有比我佫较厉害无？就亲像咱使用华语共款，都做惯势啊。身躯边的人嘛，安尼就讲华语就做方便的。你若讲台语，就会去互人问啊。所以讲，咱就会甲这习惯性的物件，大家拢安尼做的物件，当做是毋免去改变的。其实家己是会当调整的啊。我就试看卖，用台语来讲啊，尽量用台语来讲。当然嘛有人会想讲，这人就是无自然，怪怪。咱嘛袂要紧啊。就亲像讲即马社会上每一个人拢是讲，这人有趁钱无？有足出名无？伫带啥物公司啊？奖金偌济？嫁出的对象安怎？等等有厝无？几岁？当然愈少年愈好。若今仔日我的想法毋是安尼，大家嘛是讲怪怪。毋过嘛袂要紧啊，就是讲我家己认为讲我安尼诚好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就是用新的方式去看待即个世界，看待家己甲即世界的关系，自然就找着讲会当接受我即种思想的人。就亲像讲，我若开始学台语，讲台语，我就会自然就会找着一群人，就是想讲台语足重要，就是会找着啊。这就是咱的思想会影响咱的思想。即摆可能嘛是有人甲以早共款啊，就是看我无顺眼还是安怎。毋过对我来讲拢无差。我若想讲以早有差，即摆无差，是毋是我的思想是改变的？以早讲，这个人哪会爱找我麻烦啊？即摆袂呢，我着去分析，就是讲有的人就是较爱管别人，希望别人的模样是家己的期待。其实安尼嘛足辛苦的。即种人是上辛苦的即种人，会当管好家己，家己会当去主张。毋过别人哪有可能照家己的意思？若想讲期待别人有啥物反应，这是上艰苦的人。除非囡仔若做主管、做教授有权啊，有可能伊会当达成。毋过嘛无100%啦。
所以讲，我著选一个家己喜意的方式风格去过生活。著毋免讲甲以前迄包袱仔拢排掉咧，讲一定爱出头天。其实我以前足想要出头天的时阵嘛袂讲我足想要安尼做，我就自然会出头天。其实无啊，就是我的方式嘛是爱正确，就亲像讲今仔日学台语共款，有个人的想法就想讲，我著去拉猪屎，这著上自然的第一语言啊，就是台语，就是爱安尼教爸母的。若我传互我的儿婿，我著用即种方式，就是伫咧生活中，含伊讲台语安尼。毋过有可能伊的方式，有别种方式。毋过伊会认定伊的方式是对的。别种方式，伊若讲伤困难，伊就袂承认，就讲这别人的甲我干涉是错误的，所以就会造成讲伊的世界有可能就是伊无注重讲读甲写，伊自然就袂讲用台文去看台文、写台文，自然就袂啊。所以讲，阮家己若为安怎的方向去拍拼，自然就是会，就是讲会得到的物件，甲我想的方式。我可能以前想要伫公司想要做一个小主管，我的方式毋对的话，奇怪，哪会别人愈搞，我愈拍拼，我的顶司愈找我，愈感觉我这人怪怪，愈要甲我打压，奇怪，就是我的方式毋对。所以讲，就是诚济方式若讲即个方式是即种方向，会得到的物件，就是某一个形体。毋过因为咱若较毋知影，无看互详细，无看互真少，就会想讲，这世界哪会甲我作对？我明明遐拍拼，遐拍拼哪会运气无好？就会怪讲运气。其实就是可能即个技巧无共款，像我即摆就开始找老师去学去较正统的方式。我嘛毋是讲正统就一定好，只是讲得到的结果就会变讲，我会去看拼音，认捌台文字，我的发音可能就是会因为字典讲甲字典共款，毋过可能甲外口的人听阿公阿嬷讲话大汉的，可能佫淡薄仔无共，毋过嘛袂要紧啊。就是我即摆会知影讲台语的技巧伫倒，毋过咱对人生会达成安怎的愿望的即种技巧，可能咱逐个拢较毋知影。我会偷偷找出属于我家己人生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安尼。